完美？乜嘢係完美？某啲人認為嘅完美。我用咗10秒就完成呢個關卡，真完美。諗一諗，你總共用咗幾多時間先至完成呢一個你心入面嘅完美？人哋只係用咗10秒去完成嘅完美，同你用65秒去完成嘅完美，根本就唔係同一個層次。我哋需要明白嘅係，成為人哋眼中嘅完美，其實係一件毫無意義嘅事情。尋找值得被認同嘅工作，比起尋找欣賞我哋嘅人更加重要。因為受人敬佩嘅人，靠嘅從來唔係身份同埋地位，而係行為。我哋嘅自尊，如果建基喺客觀嘅行為同埋工作，就能夠紮實穩妥。若果係依賴其他人嘅讚美，我哋嘅自尊就容易變得患得患失、虛無縹緲。